10226亿千瓦时，这是一个让世界屏息的数字。它意味着什么？它超过了英国加上德国全年的用电总和，它比整个东南亚11个国家一年消耗的还要多。地球上首次有国家单月用电突破1万亿度大关，这一刻，中国正在定义新的能源维度。这个7月，热浪席卷全球，破纪录的高温炙烤大地。在中国，城乡居民用电量同比暴涨18%，人口大省如河南、山东，用电增幅更超过1/3。但与此同时，一个更震撼的画面是，全国14亿人，几乎家家户户的空调都能24小时送出清凉，万家灯火通明，无数家庭冰箱里食材保鲜如初，大街小巷电动汽车安静飞驰。这1万亿度电中跃动的是14亿中国人实实在在提升的生活品质。它无声地宣告，不是每个国家的普通家庭都能如此自由、充足地享受现代电力文明，空调不再奢侈，而是夏日的标配。这1万亿度电更是世界工厂全速运转的轰鸣，工业用电占据了总量的58%，这是绝对的主力军。从广东繁忙的电子产线到长三角智能化的汽车工厂，从山东轰鸣的重型装备基地到成渝地区高速运转的笔记本电脑集群，特别是那些代表未来的高科技工厂、电动汽车生产基地，它们如同优质壮劳力，用电量增长更为迅猛。电表每跳动1度，都是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攀登的坚实脚步。我们生产的不再是廉价商品，而是更高价值、更先进、更智能的产品。这1万亿度电绝非简单的消耗，它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劲脉动。数字经济用电量激增28%，这背后是中国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、大数据的汹涌奔流、云计算的无形支撑正在全面爆发。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飙升42%，街头巷尾越来越多的绿牌，是中国绿色交通革命最生动的注脚。这不是传统意义的耗电，这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投资。而最令人自豪的答卷是什么？我们在创造用电记录的同时，更在重塑能源的未来。风电、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已占到总发电量的近1/4，这意味着中国人每用4度电，就有1度来自头顶的蓝天白云，来自不竭的自然之力。中国不仅在用电量上领跑，更在绿色发展的赛道上全力狂奔，这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力量。当一些国家还在为停电困扰、为能源短缺发愁时，中国已经在1个月内点亮了1万亿度电的璀璨光芒。当一些地区还在为基本发展挣扎时，中国已经让14亿人整体迈入了现代化生活的门槛。这1万亿度电点亮的是亿万家庭的舒适生活，驱动的是世界级产业的澎湃引擎，照耀的是一条通往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。